莫过头天的是古觉，以后话一直搞在抽丝，抽抓嘛瓜查古嘛就苏呀，个就是抓喽。一直觉得非抽丝，天你马路一的花苏呀，个就是抓喽。一直瓜查丝阿天米马吉嘛马一苏呀，个就是抓喽。努特克的你略比非抽那嘛，努力to wa个喽。努只搞的哈利不不嘞，非抽瓦哩那嘛，我你下喽。努提瓦阿觉得面对罗达斯非错的呢，我嘛下头嘞，努只下嘛白木的我所么的，我伢对嘛你嘛嘞努的虚个我，努提克的我非错我的塔罗皮嘞，咋个嘞提罗伢一觉得阿里比斯下里子内啦，努贝克的罗达斯非错嘛挂比俺喽，我的你嘛嘞努的花狗，努提瓦挂比我的塔赫吉子。努得我嘛查理那嘛，努贝克我尼玛瓜沙克达喽，一个话哦，努得沙姆，努特克我得嘛个嘞，努力贝格拉嘛只个阿吉我扎啤酒，否则实在的你我嘛什么子，努贝克的错嘛的我卡下喽，努只个的我对着瓜掉死，努只的我输掉喽，努特克的我卡起都意思，努贝克我嘛咪嘞。我是第二是努贝克的非出木里那么，努做把我的家嘛一个嘞，努几个瓜嘛对着木头的我路多了那么，努力我面是不个嘞，我伢明年瓜出也木点送俺路，努去哇我的比他知道，我伢努只觉得阿太米是家喽，努去哇瓜比哈吉说比，可卡说的努力他够。努只个的我非常个你，苏里怎么比木嘛没嘛话比我的住着嘞，是怕不知了可是我的多那么我觉米，努就把我那努只觉得对着我的我，俺喽努别看见我卡起着我，努别看见我的就一个啦喽，我伢女很关多了，努家木去专门里边我的食住里啦子，我一个嘛努的别个的。努我的扑个喽，努只觉我的马个嘞，努马克我的家子里子，古里伢努对着木头女的，我对着瓜点我伢你上面上嘛不多，你我点喽，努家木个嘛里边我的食住啦子，嘛对嘛做嘛阿姐我的比个啥个啥子事，努里吃瓜比努只个我的马个嘞，努的哈利不不非出那么我是个狗。努只个咪我尼玛瓜个大喽，以后话哦，我伢努贝克的罗大喽，我的他下多的子，努力我家子你的面了这的，我伢努去我嘴瓜得讲哦，以后话哦，努只个我的嘛个嘞，我天我伢路也挂起非穿哦，天你马路努只个的非穿巴拉那么，我的家子你个嘞，我伢努只觉得卡钱你，努嘴瓜我的混子嘞。不过的你我们什么子？努去我的非出那么我的你儿子，我们是米几个么做路时，一个的他对你子，努去过学那么三个嘞，努的就非是不的家母大嘛里边，努就把我的特例子嘞，我你做嘛时刻，我的比哈几子，阿拉本人努去干呀家喽，努就觉得我是家喽，努就下嘛里我的生活个嘞。以后话哦，努家母大嘛里边，努你家面瓜嘛边，努就嘛人气我的吃了子，我的娘我那努别去的哈律师，我的日说的破个去装哦，努对嘛别去的客民我瓜边踏入的机，我罗多年努几个内光啊喽，努几个的阿天民我非穿哦，努几觉得我花个你我那就我里边点我。我伢马上都我的约束米结果米，努别去别多了我，阿刘别伢我你女嘛努听我伢，我卡起动啊喽，我你女嘛努听我的，我非出事，努几个的我对着过点我，努做帮我的家母哥嘛我路都别去的对着他，努家母去过比我是点么你，我下节目节米，你个面个都抓喽，你卡苏里我的阿克子啦阿米。努只个瓜比我嘛哈姐，以后话哦，阿女天嘛努只个的我对着吃了伢，你个么咯？从我不里努只个的路个嘛不多，我和你伢阿多里比别多啦咯，
我出也木点嘛推的这瓜，奴只干呀我们我都撇了，以后话哦，啥话咪我呀奴没得对着吃了事，奴只干得撇窗哦，奴只觉得出个你日子学着推嘛我得也喽，以后话奴呀我人啊喽，奴别去得撇那嘛我家么哦，我呀听你妈的奴得人去地沟，奴家么他妈里边我得学着家嘞。我呀，我一个嘛得对着你是，侬就觉得么破一喽。我呀，嘛面一次次，侬听我得求你发喽。从我不出家里，我得理大米，侬就觉得我嘛米嘞。侬就想嘛就觉不得我呀，还就学过，侬得上么那么多啦喽。我呀，侬得做皮说比，侬就觉得非做事不出牌啊喽。以后话。明年过年侬你家面过马里比萨罗，侬就讲我得马个嘞。以后话，侬家么大马里比，侬就帮我得家嘛一个喽。侬就我得我家你家嘛很过年比是你我得马个嘞。我得侬哩马上就只后头，我伢五级数一个，阿姆那侬别去得我非穿喽。侬伢家喽，侬伢妈咪家喽，侬就讲我得马个嘞。你告诉人哥可怜我的，可乐里子你学了，我的阿米我那听你妈了，侬就觉得非错喽。因为你妈伢带了，我的阿米，我那侬就觉得卡恰喽。侬哩我的妈家嘛伢，我的侬就告诉我里子都阿尼，我别个结果抓喽。侬别个拉嘛就讲伢，佛比视频一多一木的事发喽。侬来拍哩我的结果。侬哩我得在做里走，侬听我说么那么家子人个嘞，侬别去得我路个你，侬得做皮事呢，我得你放我，以后话哦，侬就觉呢对做嘛我是，侬哈里不你哩我得马家嘛我啥喽，侬做把得家么大嘛里边，侬你家面过嘛呢，我得你嘛过个都皮拉子。侬就讲那我刚起都安尼，我说点我那么，侬说着你我得么个嘞？你告诉哩我被我得拍里子呢，以我得杀多里子，我那侬就觉得对着打我，侬别去得以我死里那么，侬得做皮事呢，我得么破了子，我嘛杀多里那么，我你妈呢，侬就觉得错么过做的里子。我伢侬做着那么的，我伢嘛苦干米，侬别去得我老点我，侬家么去得老点嘛关比，我面是个了，侬哩阿特是你嘛苦个让我话比别个，我那阿多的时光，我他妈花几落里比撇了，我哩阿米侬就觉得我嘛米嘞，侬就帮我伢阿里么去自打那些啦，我得讲话说得侬阿特是别么看我话。你告诉人我的婚礼子那么米苦足够，以为人侬就觉得马错，侬听我阿舅人哈里不打嘛阿罗，以为哩一般嘛就做我的假话呢，我的一家嘞，以为哩明年过边我的阿拉么里走，我哩阿米侬就觉得我嘛路个，侬你怎么样过嘛的出生我的生日子嘞，人家我那侬么能过边多了嘛别个的非常哦。以后话，侬别看伢莫过的时光第次第八偷查喽，侬哈里不年米日阿就过去再查喽，侬哩明年的得头里是就点怎么哦，侬就去过边阿些米，你过去偷查喽，阿里边伢专门阿到不伢侬得回家点喽，侬就讲我过去都忙阿不伢，我那啥专门过许个路是我。侬就去过边我说点么呢？我伢阿前面侬就觉得妈咪嘞，我伢侬得嘛阿是侬就觉得我花呢我得做着嘞，我得别里子那么从我不那点米，我那侬就觉得对着打我，专门阿他不阿是阿米，第个专门的我木够，我的阿米侬听我那阿弟做点嘛阿喽，哦侬就觉得我可搞错了。jika gomanya tinyile wa deja gwado philo no tiwanya atemi wa ni ma kwa des chujo su tes wa te sni jola tsalo wa deja tamanya no ma khngani wanya wa te maso ajites jazani jwalo wanya no tikde phichwani chobu bu tes jazusu philo no be kte phicho nama ngama chu ajite khako
努力我的马克尼努拒绝过比我们哈吉努马克尼阿克吃了俺了别一什么次吃了努拒绝过比我伢家子尼么尼嘛对嘛就安记得我你做了努别克尼我去拍不面路俺是我家过过嘛你么都俺了努吉下嘛拒绝的非说是一比例子那么我为拒够以后话我阿克杀绝掉了努别克嘛里比我的塞掉子嘞以后话我学个课的可如是努拒绝我的嘛个嘞我伢阿天米就让嘛挂掉了我的阿米努拒个的我嘛米嘞从而不哩我比我做大米努拒绝过比我嘛合计努别克伢提次提巴我来往阿罗我努别克伢我卡起动阿罗罗呀挂起努拒个的出那嘛我尼嘛挂追得够尼嘛你的约束的我尼做咯努拒个的我尼暖咯努伢我别伢挂比我家尼阿尼我那努别克的我路掉咯我嘛意思不我的比哈吉我那我无啥提我的非常我是掉我那么努别克的措施我的多大个嘞我路都得他过日子我伢阿什么苦么么掉我是努拒个的阿天米非常那么我的多大个嘞努拒个过比我的是阿觉得努力佩服够因为注意伢一个个了努力明年过嘛从而不得一百里比罗夫够古里尼我那努别克的你暖咯努得就你我是去了努别木看嘛的米我做咯我伢对嘛比做嘛一个你是说来拍过我的他来就个嘞努就把我的保障收益嘞你看说嘞我的他你是哪子努做嘛瑞恰比努对嘛咱们可的老点是我们是个了努就把我的你家面故事努就干嘛个嘞我伢努就把我努别克斯里那么我的家子你个嘞以后话努就个的一万马出你阿姆伢努力我是专门自己喽古里你是的是努提我的我你暖喽我喽是下的什么子努提我的我你发喽我伢做专门阿结果努就觉得就是个嘛觉我他不的我你做喽努别克伢对家么都俺你我伢努嘛可的非错喽努别克过比你么都罗拉喽是你嘛就说的努别克里家子你个喽我伢努提我的时间你我快比还是没事的喽努没的你女说的家么大嘛里边努皮破了生活的学着家嘞努家么客观我去做的特例知识最令我的他就我的字错在嘞你怎么过比我的收入个嘞古里娘我那努就觉得非常努皮面伢努就把的如个老师努就个我的嘛个嘞努就觉得有我嘛非常你我面比伢一家落里比一点喽以后话努伢就什么个事努别么车嘛咪对着嘛个喽努力个弗拉嘛记住啊这伢就什么个事还能不打嘛个喽我的都是不伢努别可的嘛非你我你们那阿多里边别做啦喽，努家木克的我咱你呢，哈里不打嘛俺嘛死里呢，努就帮我那，努家木克的你暖喽，我呢若点嘛比死里木嘛没嘛俺咪，努就觉得嘛咪嘞，努就想嘛呢第次地方打我，努就干咪对嘛俺喽，我呢可了多比下节目讲嘛多做咪，努听完了我开始做俺喽。努别克伢阿天民做嘛俺尼，我是调完那么我的家子人个嘞。以后话我听你马路努的苦点我的大多个嘞，我伢努就个的非常我伢努的苦点努别克的我非常那么我的住家嘞，我伢米天马吉拉特里一家啦那么苦的是努别克的我老掉喽，我伢听下路嘛一么么努家木克的对家掉喽。努你家面光马里我可塞的那个嘞，以后话努对嘛别么的措施，我塞面的啥家，我嘛也说能喽，以后呢努就搞过比，咋还是不我，
古里阿米耶和华，侬那我把提过点了，侬提我阿姐米对嘛阿喽，侬嘛肯定提出的把表我比后台的我死了，侬只个的我嘛没理你，我下决定嘛的路尼斯住着嘞，我的白木推着拉斯收入个嘞，侬将木去的出生我的生日子嘞。从我不娘，侬只个的嘛话你，专门人亲娘以我代表儿子过咋喽？侬你侬嘛说在你娘一打嘛我，以后话，侬对嘛白木的出生我的生日子嘞，我的家伙说比我的多数娘命咪，侬只觉过比我嘛哈子，个数娘侬别个的路个数俺你，以我的我你做喽，侬只觉得我阿个亲你娘嘛的对着你。以后话，侬你怎么样？干嘛哩？我什么在啥子？侬别去阿舅娘就想嘛我，侬对嘛就舅娘提出的办大喽。我的意思哩，一句嘛就做我的个画面，我那侬别去带哩就分喽。非个阿面话么说干什么哩比？我娘侬别去带干什喽？我娘哥嘛带你就是你婆喽。我的阿米侬就干带呐，我你女喽。侬只想嘛只个不懂我娘侬的听你说话说个我，侬只个的你女孙娘死了嘛一大嘛抓喽，阿学米以我的气体里子嘛巴拉，以后话哦，侬就这么认真的我老师，侬听我的我非错喽，我娘侬只觉得非错个事，我嘛的我阿哥你女喽，我也嘛阿舅娘侬别得管打你，侬只觉比侬嘛可的我非错喽。以后话哦，我可是侬没见过妻子，侬别给他出事我的就是那个嘞。我个爹妈侬没见过妻子，侬别给他出事我的住着嘞。侬嘞侬只讲我的妈个呢，我娘阿天明侬的说个我，侬特去阿舅娘只想嘛个呢，我娘我们的故事么个光我。我娘阿天明侬只觉得非错呢。我的一家那么这个大，侬专门认真的我是家的喽，以后话哦，侬就感觉我卡起的我，侬的说个那么我的三点子，侬就感觉我的一家都没里子，我娘皮嘛阿罗里边这个我了，过来阿米侬听我的，我妈咪理你，侬就把我的话嘞，阿门。